早排去咗普慶餐廳食自助餐，幾 surprise 佢哋個場地真係好大，食咗大概3個鐘都未食晒所有嘅款式，而且最驚喜係每日都會有一場現切米芝蓮1星日東軒嘅扁皮鴨，冇諗過會喺自助餐食到日東軒嘅招牌菜，仲有佢哋好出名嘅燒味。自助餐必備嘅龍蝦都係爽口彈牙。講完回本之選，講返佢哋今次嘅主題韓風美食派對夜，佢哋喺呢個主題上面落咗好多心機，無論係韓式烤肉啦、韓國嘅街頭小食啦，仲有韓國嘅特色甜品啦，全部都齊晒。而且場內每人都可以玩一次魷魚遊戲裏面嘅打畫片 game， 非常之有韓式 style， 成個用餐氣氛都好好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用我喺文章入邊嘅優惠曲喺 Klook 落單，咁就可以有冇門檻嘅95折優惠㗎啦。